主2024年1月22日，每日圣安宫读经，失落的10条诫。圣经咱做来听读，出来及记20章第1节到21节。上帝吩咐遮的一切话讲：我是上主你的上帝，有将你对埃及地做奴才的家带出来。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毋通为家己雕刻偶像，不论天顶、地上、甲地下、水内所有物，拢毋通做因的像，毋通甲因跪拜，嘛毋通服侍因，因为我上主你的上帝是要求专情服侍的上帝。怨恨我的人，我归求因的罪对爸到囝到3、4代。听我受我诫命的人，我施恩予因直到千代。毋通滥觞用上主你的上帝的名，因为滥用上主的名的人，我上主一定无甲伊当作无罪。着为吉日安息日守做圣日，6日内着拍拼做你所有的工课。毋过第7日是上主你的上帝设立的安息日，即日你甲你的查某囝、老婆女婢、精生，以及寄居伫恁中间的人，拢毋通做工，因为逐日久上主创造天地海，甲迄中间的万物，第7日就休困。所以上主赐福安息日，设立伊做圣日，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通互你伫上主你的上帝赏赐你的地久长徛起。毋通害死人，毋通奸淫，毋通偷窃，毋通做偽证陷害你的厝边，毋通贪你的厝边的厝，嘛毋通贪你的厝边的某、老婆女婢、牛驴，抑是你的厝边任何的物件。所有的人民看到圣呐，听到雷弹甲哨角的声，佮看到山顶庆烟，就摇摇掣，远远徛地，对摩西讲：请你甲阮讲就好，阮一定要听。毋通互上帝对阮讲话，阮才免死。摩西对人民讲：毋免惊，上帝降临是要考验恁，互恁常常敬畏伊，才免恁犯罪。人民远远徛地，摩西行我密云去上帝遐。失落的10条诫。电影法规骑兵是令人难忘的影片，片中描述考古学家印第安纳琼斯甲德国纳粹势力争夺失落多年的约柜，因为传说拥有约柜者就通互军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圣经记载，约柜内面放刻有10条诫命的2块石板，总是伫公元前586年，耶撒冷互巴比伦灭亡了后，约柜就不知去向。约柜因为战争下落不明，毋过内面2块石板所写的10条诫，早就成做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信仰传统。10条诫命指引人度过每一个时代的危机和挑战。上帝的律法并无因为约柜的失落就失传。10条诫是摩西伫西奈山领受上帝律法的核心。今仔日的经文一开始先讲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拯救，这是立约的基础，也是以色列人遵守10条诫的原因。10条诫分做2部分，
前4条诫论人甲上帝关系，后6条诫论人甲人之间的关系。申命记第6章49到9节，互以色列人称作选马，选马意思是听。伊甲前4条诫总结是爱专心、专情、专意听上帝。耶稣证实这是上大的诫命。另外，耶稣也总结后6条诫的正义是听厝边亲像听家己。因为安尼，咱通讲10条诫命是以色列律法和先知教导的基础。身为上帝所拣选的民族，以色列人受掠去巴比伦，再度沦为奴隶的时，开始反省为甚物会遭受亡国的命运。究其原因，就是离开上帝的律法，特别是无独尊上主做唯一的上帝。因为安尼，伫波斯帝国时期，经过教师以斯拉教示律法，重建以色列人的信仰。以色列人开始建立会堂，教导人认捌律法。初代王国时期，重视献祭的圣殿崇拜，圣殿受毁灭，约柜毋知流落倒位。毋过，律法诚侪以色列人的传统，以色列人认真研读律法，互因认真来认捌家己的身份和上帝对因的期待，也帮助因度过亡国后的种种危机和挑战。延续以色列人重视律法的传统，但上帝的话语，圣经也诚侪基督徒重要信仰根基。早期宣教师到台湾传福音的时，非常重视10条诫的教导。真侪对民间宗教改信基督的信徒，往往甲10条诫挂点听堂显目的位置。取代原生的神明，也是祖先的牌位。透过遵行10条诫，基督徒宣告家己的信仰是建立伫对上帝听和对人的听的基础上。21世纪是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人重视个人的自由、权利和价值，强调个人的目标和愿望的实现。这种用个人做中心的潮流，是毋是也改变咱用上帝和厝边做中心的信仰呢？若信仰强调个人成功甲幸福的追求，是毋是因为咱遗忘10条诫对信仰的要求呢？默想10条诫伫我的心中是甚物地位？耶稣的福音甲10条诫的关系是甚物？10条诫伫我的心中是甚物地位？耶稣的福音甲10条诫的关系是甚物？咱来祈祷，亲爱的上帝，感谢你甲生命的律法赐予阮，感谢耶稣基督教导阮活出律法的真义。恳求圣神感动我的心，互我日暝默想上帝的话语，生命蒙福。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